晨，而家係珠海機場。今日咧要坐飛機返北京嘅。呢邊有去北京航班8點鐘。第一次，應該係第一次嚟珠海機場。所以比想象中大啲。咁今日係坐山東航空嘅 business class 返北京嘅。我哋而家去 check in 先。係啦，第1商務艙，好人同我講極速，但係咧佢架飛機係得第一排同第二排啊。聽講第一排係逼嘅，咁但係第二排已經冇晒嘅，所以只可以坐第一排啫。而家入去安檢先。才能歡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。大家傾對面就係休息室啦。陪着你。午餐時間11點，冇早餐嘅噃。我半面大，好足。面休息室唔係好大咯，都 OK 嘅。曾經去過更差。班都唔少。貼交通喺旁邊。不過係要去北京，對面應該係擴建過嘅機場咯，應該再大啲。大灣區勁多機場咯，都爆炸。好舊式嘅，舊式嘅形式嘅凳，唔係張凳，好似有啲凳，但係唔係好舒服，坐到啲毛。但冇嘢食，所以食咗個麵，當早餐。搭飛機啦！如重溫往日遊記，但會否疲倦了嬉戲？坐飛機，香港航空73788，10幾定飛機啦。多條先。北京嘅人都唔少嗰個。好的。天氣不似預期，但要走總要飛。上機就即刻換拖鞋啦，跟住攞咗杯嘢就出抹手巾。呢邊第一個上機，我個頭上呢個唔該大嚿。明日便要遠離，願你可以。上邊嗰個自己出口處貨檔隔離及設備存放區都不要放置任何東西。完美，可願在歲月如歌中找你。走總要飛，告別
心站單中村小尾巴，變咗快仲快啲。已經好翻啦，佢攞支針篤下篤翻落嚟。電動嘅手揾呢度咁嘅情況，邊有個細吹就可以擺嘢嘅。間後邊咁定腳嘅第一排就係慢慢地前面有啲水，跟住雜誌。直接幫我攞過嚟，都冇都幾好。第一次坐山東航空，部機本身12:05到，預計而家係提前咗20分鐘，45分就到咗啦，係快嘅。各樣嘅嘢都幾好啊，服務都唔錯。因為一開始我想擺袋，跟住嗰個空姐衝過嚟就幫我擺，跟住我自己話唔使，我自己擺得啦。跟住但係落機嘅時候佢都幫我攞咯。咁另外飛機中間氣流嘅關係都會錯地嘅，但係都好似唔係好大嘅影響啦。起飛佢抬頭提升嘅嘢真係有啲幾快幾猛嘅，唔怪有啲人話佢係民航入邊嘅戰鬥機。跟住降落後碌落得都幾順嘅，前碌就有少少揼落去啦。應該係正常範圍內嘅。好，咁今日嘅體驗到呢度啦，我同你走啦，拜拜。記得3點。